讲到这中国呢，伫咧初三要来举行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。虽然咱的陆委会已经呼吁讲台湾民众唔通去，不过国民党的洪秀柱人已经去到北京，伊强调讲伊家己呢有责任来延续这段抗战精神。不过国民党是强调洪秀柱的身份是无法代表国民党的。陆委会也警告讲，若准牵涉和中国有任何形式的合作，拢会依照着两岸条例等法律来裁罚。中国9月初3就要伫天安门的庆祝二战80周年阅兵，陆委会已经提醒真侪摆，讲这是对方想要乌白改历史、强化一中原则，进一步消灭中华民国。但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初日证实伊政治案都已经到北京，强调家己捌做党主席，有责任爱延续这段抗战精神，表示历史袂当被记住。讲伊当初若毋是国共合作，那会当保全中华民国。比较遗憾，他还是选择前。那么因为洪秀柱曾经是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哦，所以针对这一块的话，我们可能还要再跟这个相关的机关来去做研议哦，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跟中共的这个党政军有一些进一步的合作行为？那这个必须要等到整个情况发生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来去做严处。对洪秀条敢有违法，陆委会表示讲也无法度完全来论定。虽然那也是紧急切割，强调讲前党务人士的立场并不是即马党的立场，但是确定名单内面除了洪秀条，中常委何应禄人嘛已经伫北京，新党是正副主席吴成典、李成峰和前立委周关忠嘛已经受到邀请到北京。另外，台大教授袁基正嘛高调出现。参加这个也是两岸和平交流的一种方式啊。我起码支持是和平，不要战争。这次参加这个活动，在我内心里面只有2个想法：台湾同胞不能置外于中华民族嘛。第二个理由是两岸啊，目前这个情况，两岸是政治问题，不是军事问题。个人参加中国的93阅兵，外交部表示讲，唔那是违背台湾的主流民意，嘛袂当代表台湾全体人民的立场，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在国际社会代表台湾。去参加的各国元首国际名声都不是很好，展现中国以军事武力主宰这个地方、破坏和平的这样的感觉去参加像这样的一个阅兵如果是政治人物，他们形象并不会有一个正分啊。外交部批评讲，中国是乌白改二战的事实，嘛强调所有支持和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个人，拢应该避免对国际社会放出错误的信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